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仁濟醫院羅陳楚斯小學4年班嘅學生。今日我哋會講嘅主題係微藻的綠色奇蹟。事不宜遲，先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嘅主角。佢個名叫微藻，佢係單細胞藻類，佢係喺陽光下嘅水塘出世，靠住陽光、水、CO2 而長大嘅。佢哋嘅大小只有我哋嘅頭髮絲直徑嘅1/10。雖然佢細啦，但係其實已經有35億歲，係地球上最早嘅光合生物之一。佢哋仲識得細胞分裂，條件好嘅時候，一個小組朝早出去玩，夜晚可能自己一車小組返嚟。微藻有好多唔同嘅家族成員，至少超過3000款藻種，而且分佈廣泛，燃料產量比其他農作物高。最緊要就係生長週期短，好快就可以出嚟賺錢養家啦。佢哋仲好好養㗎，唔需要新鮮嘅水資源，可以使用海水，甚至城市或者工廠界嘅廢水大規模咁培植，仲要唔受土地面積影響。微藻平時嘅訓練就係要飲工廠界嘅廢水，仲要吸下廢氣，冇啲耐力都捱唔住，而且作息要有規律。經過訓練嘅微藻會利用重力沉降法、過濾法、浮除法同離心法進行採收，確保出品必屬佳品。畢業後嘅微藻可以投身於唔同嘅工種，例如能源魔法師，透過壓縮、發酵同萃取等等嘅高級技能，將自己改頭換面變成生物電池、藻油同埋生物柴油。微藻嘅一生都好勤力工作，而佢哋退休嘅時候亦都會不遺餘力咁貢獻社會。退休嘅微藻可以透過低溫碳化成為土壤改良劑，改善農作物，而佢哋嘅基因數據亦都可以留俾科研公司記錄，用嚟優化下一代嘅微藻。同埋佢哋釋放嘅 CO2 亦都會伴隨佢哋嘅經歷，俾新一代嘅微藻去吸收。當微藻完成咗佢最後嘅使命，微藻嘅一生就已經完整咁走咗一個循環，而新嘅微藻就會伴隨佢哋嘅歷程去發展綠色能源。接落嚟，我哋會分享我哋受微藻而啟發明嘅作品——微藻生物電池。睇下我哋點樣利用微藻作為可再生能源，為城市帶嚟可持續發展。我哋嘅參賽作品係藻電寶微藻生物電池。我哋嘅作品用咗2款微藻、質子交互膜同埋碳布去製作。質子交互膜作為2款微藻之間嘅間隔，主要就係用嚟促進電子嘅交流。而我哋所加入嘅2條電線可以幫助我哋形成一個閉合電路，但因為將電線直接放入水裡面會令電線加速生鏽，所以我哋就利用咗碳布嚟包住裡面嘅電線金屬部分，為咗防止金屬電線掂到水而出現生鏽嘅情況。喺選材嗰方面，我哋利用咗螺旋藻同埋小球藻作為發電嘅材料。螺旋藻作為負極，放喺電池筒嘅中間；小球藻作為正極，攞嚟包住連帶質子嘅交換膜嘅螺旋藻。因為透過太陽光照射，兩種藻種都會產生唔同嘅質子濃度。透過質子交換膜可以促進入邊嘅電子互相流動而形成電流。我哋將量度嘅安倍計連接到我哋嘅生物電池，黑色代表負極，會連接住我哋代表正極嘅小球藻，然後紅色代表正極，會連接我哋負極嘅螺旋藻。當我哋連接好我哋嘅電線之後，我哋會見到安倍計嘅直流電壓顯示到數據，咁我哋而家呢啲電壓呢，就係我哋嘅電壓啦。咁證明咗我哋嘅生物電池係能夠產生電力。